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8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知。今日透早落雨落真大阵，造成湘北地区真侪所在淹水。啊，若咱国内有14座的水库欠水率不到4成，必爱雨水爱等5成啊雨。台中有一个灵母顶年涉嫌虐待囡仔，经过抢救也是死亡。今日中昼一审宣判，这个灵母爱放关9年3个月，囡仔爸母认为判伤期一定的上诉。今日行政院核定这5月19是白色恐怖记忆日，今日纪念无要放假，希望民众来同理受难者的遭遇。洪明早真侪水汽到台湾透早落大雨，造成湘北地区真侪所在拢伫咧淹水。亲像这新北市的蘆洲、五股、汐止拢有所在淹水，甚至有一寡所在呢，淹的这个高度差不多有一个车轮遐尼悬。也若讲到台北车头内面的连通道也积水，影响到机场捷运的运作。另外，伫台北北道的中央北路二段附近的涵坑也有淹水，有2台车是掉伫内面，加在是无人受伤。气象署表示，这雨水到暗时就会慢慢来减少，明仔载方面就离开，但是各地头也是有落雨机会。车驶过拢放慢车速，新北市蘆洲区福兴路往宽地大道方向，大台北市场附近路边积水，湘北家人18透早雄雄性大雨，蘆洲往五股的布环积水，汐止嘉东路中德国小附近嘛出现细条湖。无大雨就淹个啊，无进前暗捌啊，6点就雨大大，就开始淹啊。18透早北台湾雄雄落大水雨，伫新北市市中德国小边啊，这条巷啊，一规个大淹水，会使看到这乌托邦拢倒伫涂骹，水上悬的时阵差不多淹到一个链啊，遮尔悬。即马相关单位嘛，赶紧调抽水机来做处理。新北三重埔新庄五股泰山包括汐止，第一时间的中降雨量每点钟达到70毫米以上，真侪所在积淹水。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开到第3级。我们立即启动强化3级的应变机制，在短短的时间里面，我们的积淹水就立即都已经处理完毕了。唔那新北台北市北投区中央北路2段附近的暗坑嘛淹水，造成2台车掉伫内底，好佳在无人受伤。台北车站代替往机捷连通道嘛出现积水，嘛影响营运。暗过水消退了后，搁再互旅客会当通行。气象署表示，方面到台湾全台湾水汽较济，18暗时啊，雨才慢慢减少。虽然说晚上之后开始雨势趋缓下来，不过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各地还是会有局部下雨的情况发生。气象署提醒，大雨可能原来有雷公细呐，甲透强风，民众出门爱注意安全。虽然19方面会慢慢离开，暗过水汽原来有较济，各地也是有落雨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落大雨有一寡所在淹水，不过咱的水库内面油管是无水的。根据着这经济部水利署的统计，国内有21个水库，14个欠水量无到4成，其中有4个是无到2成的。水利署表示讲，这石门水库的降雨量无想的遐尼好，这农民若准备爱水来淹残压水，就爱润水口。另外，这德科管理局是要求厂商就爱家己生水来拍，水库若想要有更较济雨水食，可能爱等到5、6月的5成啊雨。拜时早起的大雨，最近水位一直降低的石门水库总算有水入来。根据水利署的统计，到18下晡3点前，石门水库集水区拢总增加100万吨的水，挖进石门水库一天的公共用水量，水位是219.5公尺，比起透早水位提高19公分。各界嘛关心水情的危机敢是解除啊咧？我们相关的水的韧性计划不断的增加这个南北水的这个调动跟供应，那这个就是现在还在持续增加处理。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目前国内水情甲3年前100年大旱无共，也是陆续有伫落雨，因应大水期的尾声，会透过供水轮成的计划，稳定水资源调配。点开经济部水利署的网站，国内21座水库有14座水库的欠水量较无4成，其中有4座比2成较低。台中石冈坝9.6%，南投雾社水库19.8%，嘉义的仁义潭水库18.5%，台南北河水库17.1%。经济部水利署回应会谨慎因应，多省水，那产业也自主节水。那所有的抗旱的备援措施，由北到南，我们全都盘点过的。我们从2月底自主节水就6%，跟过去5年来比各个水库也不是说今年是水位最低的，所以我想应该是可以度过难关。
因应水情无乐观，德科管理局的厂商已经承签水车合约做预防因应。另外，石门水库灌区因为落雨无亲像以前遐尼济，目前采用轮灌。气象署表示，虽然方面小连续报道，毋过对水情帮助无济。若是真正要解决水情，恐怕也是要听候到5、6月的黄霜雨季。记者综合报道。台电8日才因为4部机组跳电，想袂到拜二开始呢，伫桃园连续3天发生7届停电，影响到上万户。今仔日着媒体问到未来经济部长郭志辉，看是要安怎解决这水限电的问题时阵，伊是表示讲会去拜访各种产业，综合大家意见，去清点台湾的电力，上任了后会提出一套完整的报告说明。18早起7点外，桃园各一届无电通用。毋但造成店头营运的困扰，引起民怨。桃园市长张善政批评讲，咱的能源政策有真大问题。早上我们就做事做一做的时候，它就突然整个灯关掉熄掉了。如果一直跳电，就会很不方便了。上位的能源政策有问题，让台电的财务不健全，让它整个系统维护的这个整个基础设施都没有办法做到位。桃园的民怨是因为桃园为10日开始，包括大园、中立、甲旧山等等的所在，都有3届停电。累计停电超过1万户以上，加两天平地迄块里嘛停电。到18早起，桃园区甲龙潭区等等的所在，短短1点钟内发生3件停电，上久捌熄电超过7点钟，尾后才全部恢复供电。其实15拜一台电发生4台机组跳电，台电除了调配水力发电，嘛启动数量竞价，请台积电等等的用电大户支援电力，才闪过限电的危机。这一次的成本又要花了多少？有的大概8块钱。有的是比较贵的，是10块钱一吨。12块不？因为你们还有一个弹性两层啊。两层那个就12块。台电到底开偌济钱，向用电大户调动电力，还佫爱精算。不过台湾一直传出供电的问题，大家拢真关注，特别上任的准经济部长郭志辉，要安怎解决水电的问题？综合这些意见，从我们台湾是不是缺电？那台湾可能要多少电，那才能够满足这个产业的需求？我希望我在上任以后有一套比较好、比较完整的这个报告，来向各位做一个详细的这个说明。郭志辉嘛强调讲，目前无法度判断核电厂敢是要延后退约，若真正要延后退约，都要得到全面的同意。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时代》杂志公布2024年前100名上有影响力的人物，赖清德以台湾未来总统的身份入选领袖这个项目。总统府表示讲，这是国际社会对台湾民主成就的重要肯定。另外，最近的这新政府当咧公布内阁人事，就风声讲这郑文灿会去开机会，但是郑文灿伊无正面回应。美国《时代》杂志公布2024年8大有影响力的人物。飞条执行长黄金芬是第一个新者这类，日本动画高人宫崎骏入选时代上顶这类，也拿伫领袖这类，除了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赖清德嘛以台湾准总统的身份入选。感谢《时代》杂志评选赖清德副总统为2024年100大影响力人物之一，这是国际社会肯定台湾人民所共同努力达成的民主成就。赖清德得到肯定，国防安全研究院执行长戴秉琦分析，赖清德除了是出球政治人物，嘛显示台湾半导体产业在全球供应链扮演真重要的角色。也有台湾在面对中国威胁和挑战之下，要是受到国际的肯定。当我看到各位杰出的青少年志工，不但用心观察他人的需要，而且结合专业，以热情和活力、真诚行动，在志愿服务领域中发光发热时，我非常钦佩。关心青少年志愿服务的议题，赖清德关注内政议题，嘛爱兼顾外交。520就职进前，甲准副总统萧美琴17去外交部听业务简报。赖清德进前捌讲过，外交路线会错几偌随，即马新政府人事布局渐渐公布，国安人事甲两岸布局嘛受到大家的关注。有风声讲，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已经答应要接海基会当署长。关于人事的议题的部分呢，我们没有评论。外界推测，若由郑文灿接海基会，会是赖清德释放两岸对外交流的信号。现若郑文灿敢若留文字的回应，讲春暖花开较重要，互大家去想象。记者综合报道。
政治受难者倡议真久，希望甲5月19设做白色恐怖记忆日。今仔日行政院宣布，已经确定5月19这天是白色恐怖记忆日，敢若纪念无被放假。希望民众会当了解到这威权统治的时间、国家暴力侵害人权，同理这受难者的遭遇，也要提醒这执政者唔通搁再犯错。当初倡议的团体也表示肯定。即嘛有228纪念日嘛，但是咱需要一个白色恐怖纪念日，甲即个遮尔长整个社会受害的这段时期，咱有一个记忆日。长期关心转型正义的王美秀，为去年9月开始倡议白色恐怖记忆日，依靠一定民间团体、政治受害者、学者斗阵游说政府。今年3月，佮参总统蔡英文见面，总算拜示行政院会宣布，当年的5月19定做白色恐怖记忆日。如果没有一个记忆日或纪念日来帮助台湾人民记忆，并且深切反省这个对社会影响这么深远的历史伤痕，将会是政府在推动转型正义工程方面功亏一篑的大缺憾。519宣布戒严，伊是为520的凌晨开始实施戒严，整个社会甲所有的人的自由，为迄天开始被冻结起来。519白色恐怖记忆日纪念历史无放假。后个月519就要到，行政院也请文化部参国机关办相关教育文化活动。我敢若知影许习图不见了，也到底有没有被枪决等等都不知道。后礼拜民间团体也办白色恐怖影展，以电影反省历史。会当互咱的历史的记忆，会当进入到全国各地，进入到我们的土地，进入到我们的社会，进入到我们的校园。进入到我们人民的记忆里。王美秀讲，未来希望参文化部合作，把白色恐怖记忆在地化。伫519迄天，串联各地的文书团体，伫全台每一角市讲在地的白色恐怖历史，期待变做促进转型正义的力量。记者郭不根、林玉凯台北报道。在台中有一个生出来灵宝，顶年底涉嫌虐待一个10岁外查某囡仔，经过抢救24天，有关是死亡。检方把这灵宝起诉，经过台中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审理了后，经中道是一审宣判，依照成年人故意对儿童伤害致死等罪，判这生出来灵宝9年3个月。不过囡仔爸母是真不服，认为判了伤过轻，也强调讲因一定要上诉。我很悲伤啊，然后我也很愤怒。想到查某囝桃仔李小姐是挡袂牢哭出来。2022年11月，伊当阵才拄满1岁的桃仔，互生出来灵母苦毒紧急送病院，经过抢救24天，同款是因为受伤伤重过身，死因是受力性脑伤。生出来灵母互移送法办，18中昼，台中地方法院国民法官一审宣判，生出来灵母互判9年3个月有期徒刑。但是桃仔的爸爸妈妈认为讲实在是判伤轻，无法度接受。我们无法接受这样子的刑度，所以我们一定会再上诉。虽然不知道上诉还能不能再加重这个刑度，但是我还是会努力的为我的孩子争取公道。桃仔的爸爸妈妈本底是希望国民法官会当判无期徒刑，因为这生出来的灵母伫案发了后是甲监视器的画面拢拆掉，而且对精神期间甲担拢无承认苦毒囡仔，完全无后悔的意思。因认为国民法官伫第一时间内是无法度完全了解规个案件，才会判遮轻。台中地方法院是表示讲，国民法官已经参考斟酌相关的条件。本件国民法官法庭量刑的主要理由是基于被告造成1岁孩童的死亡。犯罪行为恶性重大，且犯后仍然否认犯行，未见悔悟之心。另外参酌相关的科刑条件，作出以上的判决。台中地院讲，9年3个月的刑期是包括成年人故意对囡仔伤害罪，和成年人故意对囡仔伤害致死罪，佮判生出来灵母3个月和9年的徒刑。桃仔的爸爸妈妈强调一定会上诉，无希望这种灵母佮去危害佮较侪囡仔。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人死不能复生，就算做较济不拍梦，不如一开始就甲事件挡点。讲到这1岁的查甫囡仔凯，互灵母虐待死亡的案件，北检依照虐待儿童、妨害身心发展致死等罪，甲这细老的灵母姊妹起诉。这件案件会由国民法官共同审理。
也那儿童福利联盟圣诞的社工也搁伫咧侦办当中。民间团体是认为讲，除了这司法爱行因一个公道以外，上界重要就是爱预防虐待囡仔案件搁再发生。今仔日咧，即对这灵宝姊妹啊，也移送台北地方法院，法院也决定要继续收押禁见。开案惊动社会，北检侦办姓刘的年母姊妹啊，涉嫌甲1岁查甫囡仔零之时，才被侦查终结，依照凌辱、儿童妨害行使法典致死等罪嫌起诉姊妹啊。这案会由国民法官共同审理。相关的证据甲具体的求刑会伫审理程序当中提出。因那2号联名圣诞的社工的部分是另外一案侦办当中。刘姓被告2人均提起公诉，所犯罪名为刑法凌虐儿童致死罪、成年人故意对儿童施以凌虐而妨害自由，因而致死罪、成年人故意伤害儿童致死罪。以上2罪，并应依儿权法规定加重其刑至1/2。因为被害人是未成年，依据儿少法还要再加重其刑1/2，因此可能会被判无期徒刑或者是1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律师也进一步说明，因为本案会由国民法官来审理，为着避免予国民法官成立为主的观念，检察官未对量刑来表示意见，也未先对外公布证据。民团是认为，除了司法行公道，更较重要的是爱安怎预防虐待囡仔案件发生。最主要是制度吧，还有一些有关单位的权责问题吧。每个人都像踢皮球一样嘛，反正出事情丢给其他人来负责，这样就好了。对，司法是必须要给孩子一个公道，这是最后的一个公道。但是它的意义只是让大家心里好受一点。难道我们只能每一次来要求凶手的重判吗？为着避免遗憾的代志一再发生，王美君表示，4月27日要上凯道一会，提出4大诉求，对规个系统进行检讨，希望由中央来组织，启动跨部会的联络，建立10层的绩效保护网。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东洋药品公司伫疫情期间有去直接德国的 BNT 疫苗，说逼出内线交易。前总经理施俊良利用采购无成功，甲股票证券卖掉趁钱。树林地检署追查发现，施俊良甲这间公司的资金往了，佮逃走税，有146个人被告，这个不法所得加起来有3亿300多万。目前树林地检署已经甲施俊良等14个人起诉啊。疫情期间，国内正需要疫苗。台湾东洋药品公司到去采购德国的 BNT 疫苗，前总经理施俊良是互检调查出涉及内线交易，佮查出涉嫌申报不实的药价。拢总有146个被告涉案，检方18终结，才违反证交法内线交易这罪嫌，起诉施俊良等14个人。是被告等之犯罪所得，除于侦查中经查扣及缴回，共16535万元外。其余上亿元之不法所得，亦均依法申请法院宣告没收。代志就发生在2020年8月，东洋和上海复兴讲 BNT 疫苗的代志，而且和疾管署讲采购疫苗的部分，10月12日公开重大信息，但后壁和疾管署对疫苗采购的数量和计数无法度达成共识。东洋11月初3停止授权嘛，公开重大信息。我们完全配合政府的政策需要，因为到底政府要采购多少，这是它的配置的问题。那但是我们是先争取到一个可以供应的最大额度。检方查出施俊良连2摆重信发布进前，是通知员工和亲友团，在禁止交易期间，趁机会买卖权证还是股票，涉犯内线交易，不法利得413万。检方在敲找东洋员工和亲友住的所在了后，佮发现施俊良涉嫌甲公司的钱拢讹走，佮逃税，犯罪所得加起来3亿300万，扣已经查扣的1亿6535万，其他拢申请不收。有罪就该罚，但是我这里要强调的是，3年多前，政府如果跟 BNT 赶快谈妥疫苗，让我们的乡亲父老能够及早打到疫苗，也不会那么多人枉死。东洋公司它必须要去面对社会大众。然后，这个部分他该负的责任，他还是要负责。东洋发声明回应讲，在采购疫苗的过程中，发现股价波动，主动订请柜买中心来调查。另外，施俊良违反税关契定法，嘛在接到检举了后，启动内部调查，主动向刑事局来告发。单位强调，对可能不法的行为，拢主动提出调查，而且会全力来配合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阿拉伯地区出现75年来上届大阵的大水雨，24点钟内落254.8毫米，打破有史以来纪录。这杜拜机场因为淹水，真侪航班是办款或者是取消，旅客吊伫咧机场超过1天。这场大水雨也造成当地19个人死亡。这杜拜机场关门2点外钟，才渐渐恢复。落大风、透大风，机场的班机被迫延误，也是改降，跑道直接予水淹去。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昨日开始闪大雨，扰乱全球第2无营的杜拜机场的航班。拜三差不多有290台航班被迫取消，另外有440台班机因为安尼延误。I'm not able to get through. I'm not able to get through. It's a total difficult situation. I'm trying. I want to go home. 外界质疑阿莲最近是毋是伫进行人造雨解决欠水问题，才会致使即个大雨灾情。不过当地气象单位否认有进行人造雨，机场内真侪旅客拢滞留，有一寡人已经等超过24点钟。杜拜机场拜三关2点外钟了后，才慢慢恢复运作。沙漠气候的杜拜4月份平均的雨量敢若个位数，不过为拜尾开始雨道落无停，欠缺排水系统的道路开始淹水，一寡车拢浸伫水内，而且到拜日早起雨搁较大。阿联国家气象中心指出，当地24点钟降雨创下有纪录以来的新高。هي من ناحية التاريخية لأن أول مرة يعني من تقريبا 57 سنة تسجلت عندنا كمية أمطار 254.8 خلال أقل عن 24 ساعة。大雨嘛侵袭沙特阿拉伯甲巴林，一寡汽车互大水淹去。阿联是去年 COP28的主办国，进前就捌警告全球暖化可能会致使大水灾情。学者嘛指出，认为造成的气候变迁，才有可能互阿曼甲杜拜常常落这种致命性而且有破坏性的大雨。As the world warms with climate change, weather is going to get more extreme. That's what scientists keep saying. They've been saying this for more than a decade. 自从工业时代以来，全球平均的温度已经超过1°C。科学家警告，除非世界各国开始大幅度削减碳排，按若无温度也会继续升高。极端天气恐惊会更加接发生。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伊朗顶礼拜对以色列发动飞弹，也有无人机攻击，虽然无造成真严重的损害，不过中东的战火也是有扩大的风险。包括美国、欧盟和 G7 国家在内，伊朗同意讲用对这个伊朗呢采用更加严厉的制裁，而且要阻止伊朗向中东代理人运送武器。针对伊朗进前用飞弹甲无人机攻击以色列，欧盟27国领袖17决议，要对伊朗采取更加严格的制裁。这场攻击发生伫以哈冲突发生6个月后，引起中东战火的扩大忧虑。欧盟国家领导人拢谴责伊朗的行动，搁再声明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进前以色列也表示要对伊朗展开报复，不过无说明具体会安怎进行。欧盟同时敦促以色列爱冷静。We feel it's very important to do everything to isolate Iran, to engage with the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so that we can try to support a peace process, to support peace talks. 一寡新国家建议，新的制裁必须阻止伊朗向中东代理人运送飞弹甲无人机。美国就宣布，除了会制裁伊朗的武器计划，嘛会强化中东地区防空甲预警系统，进一步削弱伊朗武器对地区的威胁。在这礼拜举行的 G7 外长会议，轮大主席国意大利当地推上加沙停火。意大利外长在会前访问中提起 ，G7 国家对伊朗的制裁范围会包括武器制造商。C'è stato di fatto un consenso unanime sulla volontà comunque di infliggere sanzioni a tutti coloro che danno droni e armi e missili a chi attacca Israele o a chi attacca le navi nel中东紧张局势升温，也致使全球油价波动。专家指出，因为伊朗攻击以色列造成损害有限，佮加美国原油的存量增加，中国需求较软这因素，互这礼拜油价连续刷3天落价。不过未来也是因为各国新的制裁，也甲以色列是毋是克制行动会有影响。公司新闻杨安编译。
民党基地第6联队一台 P-34反舰机今仔日进行武装挂载训练的时阵，这小牛空对地飞弹所发生意外落入去，加载无造成任何人员伤亡。飞行员随回报也若飞回去基地。经过查证，这空军表示 ，P-34反舰机中到一个训练空隙当中执行地形训练的时阵，一粒无火药的这个小牛训练弹，唔知是虾米可能原因落入去大海，反舰机回来到并北基地了后，已经由这维护人员照程序来检查，来确认相关的飞行安全。花莲大地震了后，中山大学的夏令学研究团队随整备坐新海建3号到花莲外海地震中心附近，针对着地震的沉积物、水面也有这海内面的气体高度做采样的研究，而且感觉到伫咧华东海盆竟然出现雾螺层，相关的资料会早登去做研究，希望了解地震了后海底环境影响。把火金车放电侦测系统放落海底，伫海底发出声源来做探测。查查花莲地震了后，中山大学等等夏令学的研究团队，车爬到新海建3号为高雄出发，去花莲外海地震中心，针对包括地震沉降物、水面甲水底气体高度等等做研究。温盐深移，然后还有大载的荧光，还有浊度探针，然后试着看说海底这是地震对海底下的这些水质的讯号是不是有像是甲烷啦或者是一些温室气体啦是不是会造成一些改变？伫6、7级的风影出海，台湾头一届会当伫地震了后第一时间来收集资料甲样本。团队伫地震中心附近监测到伫华东海底盆地真罕见的雾螺层。地屋溪口760米的地方，大概可以看到约100公尺深的浊流层，雾浊层。那在正央附近是更深，我们可以看到2700米的水深，足足有大概700米的雾浊层。团队推测7.2的地震互陆地土石崩塌，经过入物体流落海底，海底地层同款因为有刷位等等的因素产生崩塌，才土石地势局部的海水变弱，才会形成这么高的雾螺层。这个地震甚至嘛，互海底地形产生变化。另外呢，也在我们的海床上面发现了一些可能是这次地震之后所造成的沉积物的累积，它有点像是在我们的海床上面多出了一个小丘陵一样的形状。团队在海水等等的样本伫12档啊，甲高雄，准备做进一步的研究甲分析。透过这个摕到珍贵的资料，甲过去的资料做比较，来了解地震对海底环境的影响等等，希望会当找出规律性或者是形成的原因。进一步伫近海地震的研究有突破性的进展。记者综合报道。地震了后，苏花公路的交通受到影响，唔那花莲的观光业规个拢崩盘去，连台东的观光业者也拢讲，因的房间拢互人客退了了，甚至是这后来也拢退，目前只剩3成左右的订房率。台东县的这个观光业者早起因着做伙去到议会陈情，呼吁中央就要重视华东地区的问题，赶紧制定振兴华东旅游方案，互民众恢复对东部旅游的信心。30外个台东地区的观光业者做伙去台东县议会陈情，表达花莲地震了后，台东的旅宿业受到苏花公路的损害，小连续防退房，团客无来，散客嘛减少，尤其是后热就要到啊。台东县热气球节旅游的大月，平均的订房率敢若剩3成，比往年有甲8成的订房率是减真济。烦恼长期落来会有饭店经营袂落去，希望中央甲华东看作是一体，提出具体进行旅游的方案。以往都有6成的订房率，现在只有剩下2、3成，连暑假也在退订，这样是很可怕的，影响到我们在地游览车接北部客人的生意。那所以，其实我们整个现在游览车的生意，大概目前最少都掉到6、7成左右。有业者表示，游客买来的上大因素是对地震了后的交通无信心，环岛的行程全部拢去用取消。不过，嘛有业者认为讲，政府颠倒会当趁这个机会，好好发展，而且补助那些公路的旅游，透过海陆的接驳，提供另外一个华东旅游的选项。可能大型的邮轮没有办法，但是中小型的邮轮应该它有机会来克服有关苏花公路大家没有信心的这一段。中央如何来协助我们，尽快来把这一段，如果能够打通的话，就能够为台东带来更多的旅游的客人。官府表示，
今年休热开8000多万举办的热气球节活动，烦恼会受到冲击。不过已经有透过各种影音宣传的管道，对外宣传台东旅游的安全。不过也是会向中央传达台东观光业者的心声。在台东了后进行旅游的方案内底，把活动看作是一体的，做伙来复兴。记者综合报道。进前受到疫情限制，无法度出国，真侪民众会上山落海，甚至有的人想要落海去看海底内面的世界。除了按照这些上诉干那落去畅水以外，即摆也有一种活动叫做自由畅水，这就是无爱这个上诉干那，因为唔免爱装备，看起来真方便。事实上，这款自由畅水比算是极限运动，真需要相关的法规去家做一个规范，才会较安全。无派勇气悬禁一口气落去畅水，看起来轻便的自由畅水味，其实是有危险性的。观光署这几天宣布修正水域佚佗活动管理办法，将自由畅水味加入条文当中，规定要自由畅水味一定要有相关的证照，带人去自由畅水味的业者也要有教练的能力证明。其中也规定一定要有熟悉该区域的人做伙才通进行。针对安怎才算有熟悉，观光署表示，这袂当用同一个标准，因刷落来会一区一区去做评估。后续我们会跟这些从不管是业者还是学术单位，我们会分区去做一个讨论，然后我们会做一个水域油气的一个相关的指引方向的一个guidebook 做出来以后，我们也会给各位就是各水域油气管理机关去参考。长期推广自由畅水味的台湾自由畅水味协会认为，有相关的规定会当依循，对这项运动是真有帮助的。不过，因也表示，自由畅水味的发展性真多元。目前一个教练一届带4个人的规定，对个人来讲是标准的要求；对观光的商业发展来讲，算有较严格。我今天假设想要做一个渔猎体验，那大家都有证照的情况下，我可能可以带6个人、8个人，这个是未来的商业市场有可能出现的面向。协会表示，毕竟台湾四边拢是海，要熟悉海洋上好的方式就是畅水味。因希望法律对这项运动的保障会当愈来愈完善，不管是对业者也是对人客，互愈来愈侪人来认捌安全参与。记者刘时武、谢桂林台北报道。今仔日有真侪动保团体出面抗议，因这期林业署的改良石线低调，虽然有甲这个大浜的范围缩小变较细，不过根本就无法度来防止其他的野生动物去踏到这陷阱，甚至伫咧网络平台社群顶头，也会当看到有人伫遐卖非法的山产。动保团体就批评讲，这林业署无尽到管制监督的责任，来到监察院面前要求弹劾林业署长林庆华。扮演乌险的动保人士卡中到林业署改良过的山地条，都伫咧涂骹疼甲哀哀叫。这动保团体拜三来到监察院头前抗议，这期林业署改良式的山地条，虽讲大浜的范围有较细，不过根本就无法度防止其他野生动物中陷阱，要求林业署全面禁止使用蜡具。这样子非人道、残忍、无差别捕捉的残忍猎具，造成野生动物及一般动物的伤亡危害，而且更衍生出像这样子看到野生肉品泛滥、产业链猖獗的现象，偷猎的这些的肉品流到一般的卖场，流到一般的家庭，流到我们的身边，成为我们要吃下去的食安风暴。那我们需要在这个第一个时间谴责林保署，他没有控制这样子的山肉横行和肆虐。另外，动保团体嘛伫面册社团甲一寡网络平台发现讲，若要遇到违法的蜡具，甚至有人违法得卖果子肉、背刺等等野生动物的肉，看到实在惊人。动保团体批评林业署若无尽到管制非法蜡具的责任，佫竟在非法拍蜡和山产产业链伫咧网络出现，这寡野生动物的肉嘛可能有食安，也有传染病的风险。因要向监察院定前提出弹劾林业署署长林华庆的诉求。如果有野生动物保有这种高风险的病毒，经过跨物种而传染到我们人类，那到底林保署你是不是要负这个到时候有新冠肺炎的这个风险？所以我们以上这几个理由，我们希望
希望要弹劾林保署署长。另外，针对原住民拍打文化违法，动保团体嘛补充说明表示，真侪内地学校拢有在教人用传统的蜡具、用白草扫的方式来代替杀伤力较强的山地条。动保团体认为，要维护原住民传统文化，应该有更较好的方式。后续动保团体代表入去到监察院，甲定情书交予监察委员，希望主管机关林业署爱尽到保护野生动物的责任。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高雄拍算要成立全台湾头一间台语实验学校，台南着机关认为讲，伫府城广播界人口比例袂偏高雄搁较少，认为台南也爱设立。教育局也表示讲，事实上105年口比国小就已经转型做实验小学，伫咧摒死推塞着台语还个希腊语语。这个台南若准有学校愿意来转型，因也会积极斗相共。囡仔对老师做位唱歌、留文本，就算课文拢全落，因照常念甲真煞拍。这是台南口鼻实验小学咧复正保育课程。最近高雄要成立台语实验学校的议题引起讨论。其实口鼻国小对105年就拍头阵转型做实验小学，毋但推测台语兼顾希腊雅语，团团效果真好，侪家长赞声支持。真支持啊！因为毕竟啊，咱台语是咱国内一个母语啦，吼。嘛希望大家的囡仔会当拢学习遮遮侪物件啦。针对希腊雅甲台语，这两个语言拢是非常重视的实验小学。原本拢干那一节，咱拢1到6年级有3节，总共伫台语的部分，咱都有5节课。为了让囡仔对罗马拼音袂惊吓，校方对1年先拍基础，伊嘛出版4本专题教材。校长讲，伫无共的学习阶段，因会参联合课程做结合，将近50%会用母语来上课。台语相关课程总节数上少有16节，真正落实浸水式教育。有学者认为，爱鼓励囡仔伫黄金时期学母语。对语言的学习啊，伊愈早愈好。伊要调北的机会就其实真大，所以咱嘛真赞成讲，真细汉咱就予囡仔学读甲写因为听甲讲可能较简单嘛，读甲写，咱就要为愈细汉开始愈好。体育课啦艺术课啦这个课程我会加一个台语啦来咧上课。阮家己的校本课程呢是在地游学。找一个景点做一个深入的教学，所以阮带出去嘛是全程拢使用台语。台南无民意代表认为，市府爱争取成立台语实验学校，教育局认为爱学校社区家长有共识，上介重要嘛是爱创造讲母语的友善环境。未来若学校有意愿转型，教育局会协助校方提出实验计划。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嘉义的基德国小头德分校，因为小囝怀影响，伫2012年的时阵呢，已经正式来停办。经过2年的时间，嘉义县政府整合相关资源，成功把这间放伫咧远的学校转型做公共托育家园，未来要替在地少年爸母提供照顾囡仔服务。全新的设备甲环境，佮有专业的幼儿教育人员，这原本是嘉义县基德国小已经废校的头德分校。透过引进亲像监视器监控幼儿心理状况的这些设备，佮有专业人员进驻，要来服务少年爸母提供托育服务。那如果没有从幼儿时期开始的话，那我们的青年朋友的话，他可能会为了就业，那孩子就移到外面去了，孩子也顺便带走了，那少子化的情形会越来越严重哈。嘉义县伊地乡的伊德国小头德分校，2022年就正式停止招生，即卖内底一寡空间嘛提供予消防队暂时使用。嘉义县教育处社会局甲伊德国小合作，提出计划向中央争取补助，互即间坑咧用的废校会当活化，摕来做公共托育家园。咱地方非常的欢喜，嘛非常欢迎啦，因为会当将这个会校再利用包括我们以后将来的长照也会到这边来做一个上课。这个公托家园今仔启用，暗算会当收12个出世到2岁细汉囡仔，目前内面已经5个。嘉义县社会局表示，伊地乡毋但是偏乡，阁是嘉义县高龄化人口前3名的乡镇，社会福利资源过去较侪拢是伫长照方面，希望透过成立公共托育来服务少年爸母，改变在地人口流失的情形。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为了要让文学振动起来，台北的台湾文学基地有规划一个文学改编舞蹈计划，其中有一出走跳人生的舞蹈表演，就是改编自作家陈明仁真济台语诗。负责编舞的导演蔡精神表示，陈明仁老师写的作品有真济拢是伫咧探讨人生角色和生活意义，予伊有丰富的创作灵感。希望会当透过舞蹈，带大家来看台湾优秀的台语文学。人一出世就先哭，不是爱哭，是要哭出世做人。演员当日排练的这段舞蹈是改编自作家陈明仁的台语诗《寇甲笑生命纪事》，经过导演蔡精神编舞，甲文学改编做舞蹈创作，走跳人生。伊表示，家己初初在读台语文学的时，对文学真兴奋，不过当伊听到陈明仁有声切的台语配音，伊的感情甲情绪随绑定起来。嘛，因为台语的音乐性，互伊在编舞的时有丰富的灵感。他在提到。就是零星勒招种啊，零星勒招吹这件事情，那对我来说，就是我们常常很奔波啊，很辛苦，所以从他的诗作里面，同时就是跟演员或者是我自己的生命经历去发想其他不同的故事。走跳人生，用舞蹈来找出每一个人的人生角色和对生活的体会。表演者认为，透过舞蹈会当让愈侪人了解台语文学的多样性，对因来讲是真有意义的演出。因为这出舞作会伫咧台湾文学基地主办的文学改编舞蹈计划当中演出，因希望未来嘛当用愈侪方式带大家来认识台湾文学。这个改编的这项代志，就是会使让更较侪人知影讲哦，凡是你可能本地。感觉讲台湾文学可能是一个足歹去亲近的一个物件，还是讲一个无生行的物件。毋过就是以即摆的经验来讲，我感觉凡是会使互更较侪人知影讲，其实台湾文学其实都是咧讲咱。大概辛苦边的一寡故事。母语的创作，其实它的这个很多的不管是一种价值观，或者是他对身体很多的感受，其实会跟华文写作应该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这次是特别跟文化部是争取母语的补助计划。那我们把文学，尤其是母语转译成当代的舞蹈，有更多的可能。主办方表示，这届走跳人生的表演会伫4月22日这礼拜6和礼拜，在台北的台湾文学基地正式演出。另外，为着要推广母语，逐个月伫遮嘛拢有台语绘本讲故事的亲子活动，希望大人囡仔拢通对无共活动来找到较基含文学甲母语的连结。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第14届2024世界德甲论坛今日头一摆伫咧台湾举行，超过200位国际德甲专家针对国际上净零碳排议题分享甲有意见的交换，讨论着用德甲达成创新环保，也用德甲互全世界看到台湾。来自30个国家，超过200位国际德甲专家学者来到阳明交通大学参加2024世界德甲论坛。这是头摆争取到在台湾举办，大家共同讨论安怎让德甲发挥更较大循环经济用途，把这个机会让全世界看到台湾的德甲产业，让世界能够看见台湾在过去从永续发展、循环经济以及族文化推广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次的世界竹论坛以及博览会，相信将成为全球的竹产业能够带来新的启发跟动力。5天的活动中，计带大家去德甲的山区南投，去看这几年台湾在德甲产业的发展过程，能够让全世界的好朋友能够看得到台湾在竹的文化跟竹的产业上面有各种不同发展的面向。我们会带这些所有的全世界的好朋友到我们的产地上面去。看到我们竹的发展，现场还有展出德甲相关产品，其中让大家上好奇的，就是利用德甲做出来环保餐具。竹子最大的好处就是来自于大自然啊，它循环非常的快速，成品比纸类稍微贵一点，可是这一个技术如果大面积来推广的话。它是可以比纸类甚至跟塑胶是一样的。农业部指出，透过活动，希望以创新研究、技术交流来帮助台湾德甲产业走向国际，让德甲未来会当带来更较多经济价值。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
伫咧清朝嘉庆年代起造的中华鹿港文武庙是中华的决定古迹，内面包含着文殊、文开书院，也个武庙三座建筑。其中文殊甲书院早期捌举办祭学，也个诗社，是当地正重要的文教中心。不过，这建筑物年久月深了后，壁面厝遐拢有壁损。鹿港镇公所今仔日举办整修工程的开工典礼。工程总经费7080万，按算伫咧3年内要完工。主祭官手业清香祭拜，祈求整修工程一切顺利。清朝嘉庆年代起造的鹿港文武庙，年久月深，壁面厝遐出现壁损，整念地砖也有损害。鹿港镇公所争取到经费，伫18这天举办整修工程开工典礼。早期嘛，当讲吼，是咱即个鹿港地区，就是咱这文教。以及咱地方这信用的这中心，这次咱嘛是针对一些墙壁，个像屋檐以及我们地坪的一个修缮，总经费是7080万。那也期许说施工完毕之后，能够把我们整个的文开书院呢，能够呢变得更加的这个多功能性。鹿港文武庙是中华决定古迹，内底包括文殊、书院甲武庙，是早年重要的文教甲信仰中心。其中文殊是当时文人聚会的所在，捌举办过义学甲诗社，培育出真侪人才。今年4月初地动，有号庙内壁损的所在小可变大，但是建筑师讲无影响到整体的结构安全。大部分看起来是拢会当搁伫修复范围内底啦，所以即届地动部分，咱有受影响，但是并无介大。顶头搁一寡泥塑即种灰做部分落起来啦，大部分搁拢足完整咧。咱希望讲透过即届工程，互咱即个结构体甲文字保存，会当搁永续的留存下来。鹿港文武庙修复总工程费拢总7080万，由鹿港镇公所负担1858万外，文化部补助4600万。中华县政府补助600多万，第一期工程先整修武庙，第二期修复文殊，预计3年内完工。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人讲做牛免惊无力通拖，早期的农村社会，水牛是袂当欠缺的主力。对着时代变迁，用水牛来做田，渐渐互这机器取代。为了要互后一代熟悉用牛种植文化，高雄的西湖国小安排看水牛入去学校，搁再结合着台语课程，互囡仔体验饲牛、摸牛，甚至用牛屎做蚊仔香，互囡仔认捌着早期的农村社会。摸牛甲，功课稳达达。西湖国小有牛老师来上课咯，伫队长的带领，囡仔用手轻轻摸牛、饲牛、食草。学校安排即摆看水牛的神农体验，佮结合台语的课程，甲囡仔介绍过去农村社会牛甲牛面的关系。囡仔会当遮尔近距离甲牛互动，拢感觉真新鲜。第一次知道它跟树一样有那个年轮。之前从影片上有看过牛会反刍，可是第一次看过。防臭。刚才迄是用什么款物件做？用牛粉。课程当中，讲师也用台语甲囡仔古早时代农村俗语，亲像是蒙牛头会出头，蒙牛喙大富贵。牛耕队的队长表示讲，即马侪囡仔唔知影牛阁会当做田，是农民重要的朋友。过去伫田庄，便若是初中的工课，拢爱靠牛做伙完成。就是互因亲身来甲伊接触安尼，互因对较早咱的农业时代的一个真有代表性的动物，会当互因更较熟悉安尼。除了甲牛互动，其实牛屎嘛有路用，牛屎再利用会当做成分芳，学生囡仔拢算甲真欢喜。学校毋忘透过浸水式的课程，互囡仔有一摆趣味的神农体验。记者张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最近天气一变化，明仔载气象咱做伙来详细看。吉隆到新竹对21度到29度，苗栗到云林对22度到29度，嘉义到屏东对23度到33度，
宜兰花莲台东对20度到27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7度到28度。在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